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立法院后礼拜审查无期徒刑分级修法，法务部表示支持，也提出草案送行政院审查。大稻埕放烟火，煞有民众抢位起脚动手，阁有人违规爬起哩爆花草包啊，互开罚单。新闻头起先来看台中一中的相关。顶礼拜六有一个69岁阿桑，伫咧巷仔骑乌多摆，煞凶去互一个查甫人捡物件攻击。家属和里长拢批评警察的办案态度是真歹，因要做笔录，煞一直讲无用，一直改时间。监视器翕到一个烫把体的查甫人伫路边捡人无爱的罐头，凶攻击骑机车经过的69岁阿婆。这个查甫人先甲机车引导，甲阿婆踢，佮摕罐头牵伊的头。16半暝1点外，台中市北区一中商圈附近的一个巷仔内发生随机攻击的事件。受害者规身躯有9个所在刺伤，事发了后非常的惊吓，赶紧伫徛街道3台监视器，厝边隔壁感觉治安哪会这歹？真小心哦。安怎讲？因为像安尼，加好，遐老伙仔就出来边。出门还这样看一下，可能要买东西，你看都会紧张，怎么不会紧张？你看造成他不认识的进来，这样进来，我妈妈都会怕啊。家属表示，代志发生的迄天透早3点，到派出所报案，警方讲足无用，干约下暗10点才做笔录，无马上派人来了解状况。了后，上班的警员佮讲代志足济，要另讲节约。家属感觉警方态度真凊彩，里长也批评事发附近一中商圈，警员到当也未水平，侦办的进度实在真坎坷。他们的解释是说，因为他不是现行犯嘛，哈，所以在事后在做笔录完了以后，有找到这个人呐，然后这个最多也只能够函送，这有一点恐怖呢，因为我们这边除了商圈之外啊，我们还有一个学区，学校的学生也住在附近啊。适逢周末假日，育才所辖区商圈的报案量比较大，那受理的员警因忙于他案。而与被害人变更约定时间，但以事前调阅监视器追查及找到涉案人，未充分向被害人说明。警方表示，嫌犯已经对查到案，经过了解是一个爱啉酒的家友。因为被害人报案了后，就展开调查，并无凊彩办案，已经依照伤害罪，甲男性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嘉义高德高病院照护中心传讲，予患者啉盐分足悬的牛奶，还时段送急诊。这照护中心表示，患者啉的牛奶粉是家属家己知的，不过这放食米的所在是开放的空间，所以因会配合警方调查。他们的员工，嘉义的员工分装到奶粉罐的奶粉，它的钠含量已经超标，然后我们验的数据超标是大概2.6倍。可是这是嘉基自己送的化验，他们的更高，他们验出来的是4.9倍。家属提出检查的报告，讲嘉基基督教病院的照护中心，互因半身不遂的爸爸啉的牛奶盐分相关，所以造成高血压，一定来急诊。家属就讲，照护中心用的是因家属买的牛奶粉，这当中经过分装了后，验出来钠含量都拢无共啊。那这些奶它放在配膳室，那配膳室是一个公共空间啊，所以。包括照顾人员啊、医护，还有在家属在病房出入的这些家属，其实他们都有机会到这个配膳室里面。家属表示，代志发生迄当阵，照护中心就讲要来调查，结果到当毋但无一个解说，最后阁叫因离开照护中心。因为家属也一直在质疑，跟要我们保证不能再发生这样的情况，但因为我们事实上也真的无从去了解说这个真正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们当然无法去保证哈。所以经过协调之后，那就是病人他也出院哈，来或是到其他的照顾机构。那医院如果没有做好病人安全维护的部分，届时我们会依违反医疗法来做相关的处理。那目前了解呢，只有这个案子有出现这个状况，那其余的个案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形发生。家属表示，藏食物的所在虽然是大家拢会当去，但是问题发生到大，原因也是无找出来。安尼病人的安全，谁会当来重视？嘉义市卫生局表示，这个案件即马已经报警，会配合警方做线路的调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屏东的东港渔港，昨暝有一个查甫人骑乌多摆冲尾海边仔去，人甲车拢摔入海，目前是还未找到人，嘛也无法度确认伊的身份。
直升机伫天顶巡，救援人员驶着树林船畅水味骨力倒找。这是屏东东港渔港，昨暝暗时9点外左右，有一名民众报案，看到一位查甫人骑乌多摆对渔港的岸边冲，人甲乌多摆规个摔入要害人。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出动超找，毋过无结果。而一透早佫出动11车18个人，2只树林船甲1只无人机投入救援，目前也未发现这名查甫人。他在山坡那边哦，随便乱叫，叫有一群来的时阵，伊就徛在头前，徛在伊徛，状况，摩托车我找到，我看他的车牌是哪里，叫那个警察看是哪一个，叫他叫出来。有当地民众讲，这名查甫人毋知影是精神问题，也是啉酒醉，就忽然乌多摆骑咧，大声喊，直直对海面冲去，人和乌多摆先弄到肉粽角，才落入海底。落海的查甫人因为救援人员搁咧找，所以暂时无法度确认身份和年纪。屏东县消防局于昨日9点14分接获民众骑机车至东港海事后方红灯塔冲入海里案件，本局出动第3大队东港林边访寮加东，昨天搜寻至12点，并没有出获。那今日持续在搜寻这相关的一个海域区域。消防单位今仔透早重整人力，继续找找这名查甫人。民间救援单位嘛伫岸边准备，若有需要斗3工会随落去。消防表示是自杀，也是食酒骑车无细意，爱搁等警方后续的调查厘清。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行政院定案是2兆8623亿，包括国防经费增加938亿，公共建设增加930亿。中央政府明年在中央政府总预算再加上特别预算2项加起来，举债刚好是4000亿元，国防预算总计达到9495亿元。达到 GDP 的3.23%。对应台指出，国防经费整体有9495亿，占 GDP 差不多3.32%，超过总统3%的目标。那行政院会经过讨论，正式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去立法院审议。明年的总预算并无包括军公教薪水加3%的部分。行政院表示，军公教最近4年连续加薪水加3届，所以目前是无排入去总预算案。在过去4年内，已经3度调高了军公教同仁的薪水，那涨幅是来到了11.4%。军公教人员是否加薪的状况呢？我们会在经过这个审议委员会之后再来评估调整。目前的话是没有排入前来的总预算案。针对军人待遇调整和警校的部分，德英台表示，考虑到无共公务员的公平性，所以这届嘛无编入去预算内底。不过行政议会提出释宪，未来看释宪的结果来做调整。8月23日，立委罢免有7案，南投就占2个，是马文君甲尤浩。立法院长韩国瑜今仔早起也去到南投徛台烧天。另外，罢免团体早起嘛去扫街，呼吁乡亲爱转同意票。拜托，感谢。拜六就是罢免投票日，立法院长韩国瑜拜四早起特别到南投德山，和国民党立委尤浩做伙扫街，出发进前因嘛先去德山正甲时拜拜。韩国瑜爱南投乡亲做立委尤浩甲马文君的靠山，8月23出来投无同意罢免票。823，赶快这一场闹剧，恶劣的民主发展赶快停下来，让我们朝野一起团结起来。面对美国的关税，诈骗集团横行。另外，发起罢免尤浩的公民团体，拜四早起同款嘛来到德山的早市扫街。民进党台北市东部主委张茂兰特别来南投陪同，抱团呼吁南投的民众投同意票，将无适阵的立委换掉。伫网络面顶，也是讲伫街头来甲阮拍招呼，讲伊是专工坐飞轮机为国外转来要投票的咱的南投的朋友，住伫台中、台北的咱的少年的南投朋友，嘛要转来投这个同意罢免票。
28月23罢免投票日剩无2天，这届罢免投票有7案，南投占2案。包括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甲游豪，南投罢免甲反罢免双兵人马，拢把握时间积极扫街催票。双方的立场甲诉求无同，唯一共款的是，拢呼吁民众爱出门投票，用选票来表达民意。记者陈平琪南投报道。那核酸刚要停拍，也是这个拜六要公投。民进党台北市东部政府执行长陈胜文就炸水去兰屿的核废料存坑场坑一枚，才送去国民党的东部。想不到去互国民党的发言人杨智武一嘴打，民进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就敲死民进党袂输是小偷啊！民众党支持的核三中客公投，23就要举行。党主席黄国昌带领党公职启动扫街宣传。针对经济部前几天伫人民册讲，台湾核电依法到今年5月17已经全部停放。不过台湾的电价要是比附近有核电的国家日本甲韩国要搁较俗。黄国昌是无啥认同。数学能力都出问题了吗？请问一下经济部，这个是用什么代价达成的？过去电力发展基金台电用的剩多少？然后拿纳税人的钱补贴3000亿。现在亏损高达4000多亿，怎么我们的经济部现在表现啊，比民进党刚刚所讲的小丑还要弱智啊？黄国昌所讲的小偷啊，就是民进党台北市东部前副执行长陈胜文，因为前一天伊早控泉水去兰屿核废料储存厂放一天，了后提起国民党中央党部要互拿赢的人啉，想要凸显核废料的议题，不过对方却是一嘴回答。无聊自己，你以为喝水会有什么荣誉勋章吗？你是谁啊？你想喝，不代表民众想喝。兰屿人喝什么水，我们就喝什么水，不需要去把这个核废料或者说核能的讨论变成这种戏谑的方式，然后污名化兰屿人。离投票敢若剩2天，款团搁一届集合，强调核三厂至少发生过7届导火、35届辐射的污染，也搁有45届其他各样的问题。呼吁无应该重新启动超龄的电厂，嘛质疑核废料的问题，伫台湾到大也无解封。以反空污之名去支持核三，然后却忽略了长期烧核废料或核废料辐射物质管理不当的一些状况。我们现在连高阶核废的选址法律都还没有制定，也还没有找到最终处置场址。所有的高风险的用过核燃料都是暂存在核电厂厂区里面。针对这点，民众党嘛强调讲，处理核废料的问题并不是今仔日才发生的，因为绿营执政9年外，到大才开2000万，请学者研究有关核废料处理的法则，等到会互台湾伫咧国际上输人添添。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最近大稻埕咧放烟火，昨暝就袂少人踮咧新北三重埔的中孝码头看烟火，所有民众起骹动手，嘛有人违规爬起哩报换草埔啊，狂开罚单，也有人无细致跋倒来，头壳摔甲流血流地。这个穿青衫的人，大力甲对方的头毛砍落，害人跋倒，现场是冤甲乒乒乓乓，冲突愈来愈严重。双方一句来一句去，甚至搁起骹动手。警方随赶去现场阻挡。4个人一起回去，然后叫他们开设围。这个纠纷发生在20暗8点外，大稻埕烟火表演，真侪民众来看，嘛有袂少人去新北市三重埔中孝码头遐欣赏。经过警方调查，有一对较侪岁红仔某，甲另外一对少年侦判，因为占位起配面，要刷场的时阵，搁杀来杀去，双边起一个心共火刀，其中3个人全拢拍惨落。为两方均表示不愿提告，并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第2款，将动手之2男1女移请3重简易庭裁罚。一场烟火表演产生真侪乱象，有人坐伫爬架的所在，警察口劝唔听，罚款500块；嘛有人无细致怎跋倒，头壳受伤流血，甚至伫放烟火进前，现场规旁人爬起哩草坪的，看就是真危险。那可能因为时间比较近，所以就是有些民众他就是直接从草皮这样用爬的爬上去，然后同时警察也在旁边就是喊说不要爬这样子。当时去现场，草埔啊，要是有真侪保特板、甲手册地的杯啊，清洁人员真无奈，透早拼甲袂去，因为民众等伤侪粪扫伫遐。叫帮我定这啦，草埔的多草拢也无过啊。今日上午已加派人力办理现场清理，预计今日中午前会完成。会再进一步持续强化夏日节活动的现场的指引，也会再协请新北市警察局协助加强新北端的巡视。20大稻埕的烟火，请超过76000人次来看。
发生的问题都已经未少。所来上尾场会伫后礼拜六30举行，到时的人阵一定搁较大棚。为交通管理、现场的治安、甲环境各方面，拢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中华鹿港一间烟墩仔场标出 H5N1 的禽流感病毒，防疫所已经杀10万外只的烟墩仔。这是真罕的伫咧热天出现禽流感，若中华是一礼拜出现2打。防疫所嘛提醒业者爱注意通风、甲降温、消毒嘛一定爱做好周期。东风所的防疫人员把着病烟吞为鸟笼仔提出来。中华鹿港一大烟吞场16通报烟吞出现各样死亡，经过采样检验，确定是为着 H5N1 亚型高病原禽流感。这嘛是中华县一礼拜来第2场烟吞场卫病。一场是在福兴，一场是在鹿港，都是场内有人安存不明原因大量死亡，4组主动通报，经本所人员去采样送检之后，确定为 H5N1 高病原性的禽流感，所以我们就依规定进行全场扑杀跟清洁消毒的工作。中华县这个月11先接到福兴乡一大烟吞场的通报，13确诊感染 H5N1 禽流感，也过无一礼拜，19鹿港毛烟吞场胃病死亡，2大烟吞场计共杀17万3000外只烟吞，是较罕的出现的热天禽流感案例。烟吞协会表示，即阵当要开始准备中秋节的会员，若是已经摊开，恐起来对烟吞产业造成影响。这个对于我们鹌鹑产业是杀伤力蛮大的，因为其实现在已经8月底，已经要进入到中秋节的时期。那中秋节到农历的过年，其实是鹌鹑蛋的价格最好的时候。那所以其实大家目前也开始要准备备货。东风所表示，最近天气变化大，加上前一阵大水雨，开有病蠓虫，呼吁烟吞业者一定要开始做好管理消毒的工作。随后，防检所也会实地调查，了解这边热人禽流感发生的原因。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天做大无依托，7月风台丹市扫台湾台南的灾情是真严重，真侪工拢无电通用，这沙白鱼嘛死真侪，即阵计数嘛对咧庆悬啊。另外，关电的菱角本地8月底就会当收啊，嘛因为雨落伤久，菱角产量大减。好城真出名的在地点心，浮水沙白鱼粿、加瓜姜丝，佮配乌醋，无论是在地人也是观光客，拢真兴趣味。其中这拢是用沙白鱼落去做的，配合最近有摊贩的反映，即阵进货成本一直咧起价，局面未堪接。那我们以片数来讲的话，一片都是正常60，它就会变70，啊70它变80。那基本上现在可能以前买得到60的、70的货，它可能就买不到了，就变成要就至少都80以上。市场用的是沙白鱼吧，实际到市场行一抓，卖鱼的贩仔讲，确实最近会员减少真多，沙白鱼价数起1-2成，尤其是沙白鱼肚起上多，会出现起价，主要因为沙白鱼的量根本无够，但那是风台造成因地性的灾损，当然反映伫沙白鱼养殖的产销顶面。一度涨幅大概在5%至10%。有的也有反应啊，反映给消费者，有的就是硬撑啊。许多渔民没有发电机，导致一些能够上市的虱目鱼死亡。那目前可能还在养殖的虱目鱼也还没达到上市的规格，所以就造成整个国内的产业链有断层的存在。另外，伫关电这菱角厂，这回嘛互风台损害甲真正力。原本8月底陆续开花藤蔓菱角，不过因为进前落1个月的雨，无出日头，致使今年菱角欠收，农民就希望政府通有寡补助。你正落大雨吼，咱开花起来，开花起来吼，第一株花拢有拍去啊，搁等甲伊搁开花起来，甲搁结。你开一间花哦，咱爱40工到完个啊。天做大，今年热人风灾大雨，互农渔业拢害了了，因地性的灾损嘛豆豆扑出来，灾后复原的脚步，恐惊无大家想的遮顺利。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桃园机场最近发生3件，那像是走私毒品入境，去互海关查到，佮想要挡港的事件。其中一个嫌犯佮用拳头母要攻击海关，目前检方是甲其中一案起公诉，另外2个嫌犯也咧侦办。法国码头走私37公斤大麻过境桃机被掠，假旅游真早大案件一直出来。113年桃园机场查到旅客运毒案件内底，用员工名记来逮捕72案，今年到目前为止有17案。最近佫传出3件疑似走私毒品入境，互海关人员拿查了后逃走的事件。
其中一个嫌犯佫出拳攻击海关人员，关务署台北关回应，案件已经移送检调来侦办。那可能就要追了，有问题他们会叫那个警察过来，确实会有点危险，突然这样子，就是心里会有一点紧张的。针对通机场3件遭到毒品过盗走案件，5月姓林的16人运海洛因毒品，7月姓刘16人运大麻花，8月姓柯16人运海洛因毒品，拢互台北县甲航警局马上发现拿查，佮由通缉调查处移送地检署侦办。被告3人均经检察官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其中林姓被告因涉犯运输低级毒品罪嫌，经检察官于今年7月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刑有期徒刑15年。地检署表示，5月运海洛因的姓林的被告，已经因为涉款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4条第1项的运输低级毒品罪嫌，经过检察官提起公诉，佮具体求刑，有期徒刑15年。其他2个被告也佮在押，有案由检察官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安那海巡署是伫咧偏航海域抓到要走私毒品来台湾的船，伫船顶查到474公斤的二级毒品大麻，伊个这市价拢总超过14亿。准备10几疑似大麻花。海巡人员偷偷啊，甲一袋物件游起来船顶，这袋物件包甲真好势，那用防水的布袋袋咧，顶冠阁有写编号。海巡人员摕刀啊，甲其中一袋挂开看，发现内面底拢是2级毒品大麻。大麻一块，是那个大麻，不是大麻花，大麻花原料。海巡署平湖查缉队8月份接到情报，讲有不法集团要走私毒品入来台湾。随伫平湖地检署的指挥下，联合北中南10外警调单位封锁海岸，同时伫平湖海域展开围捕。海巡表示，嫌犯有听到风声，驶快艇哪走哪将大麻弹落海，包括船顶弹无完的，也有海底浮起来的，拢总找到40袋。总重量474公斤，内面全部拢是大麻。澎湖海域展开围捕及按季封锁拦截勤务后，查获了40袋不明物品，经初步采验为第2级毒品大麻，总重474公斤。倘若该毒品成功走私入境，估市值新台币14亿元。利用快艇运毒，嫌犯原本掠准讲快艇细只会当逃过海巡的检查，其实早就互人看破骹手，因为嫌犯背后疑似有集团在操作。现在海巡也正在扩大追查当中。记者国家驻库朝阳高雄采访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阿富汗有一台巴士载一阵拄为伊朗离开，互人赶走移民。结果这台巴士摔到一台卡车，佮奥多拜相撞，造成79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事故现场车烧甲臭灰搭，只剩架啊，就知影车祸发生时阵有偌惨。阿富汗西北部赫拉特省19发生一个重大车祸，一台巴士载满为伊朗被赶出境的移民，伫公路甲一台卡车甲机车相撞。造成车身都火烧起来，巴士一时啊就互大火烧了了，车顶的乘客也全部拢死亡。چی اصلا نمیتونستم کسی به پیشرفته به داخل اتوبوس بره پیش از 200-300 متر مرتکب فاصله میگیره اتوبوس خیلی فاصله میگیره اصلا آتش خیلی شعله‌ور بود ما که زود میمودیم دیگه جیر و سر صدا بود داخل میشیم خدات میکردم تا که هیچ کدام بیرون شده نتون乘客拢是为伊朗遭到赶出境的阿富汗人，显示阿富汗移民被逼回国的艰难处境。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为今年1月到即马，已经超过150万阿富汗人离开伊朗，甚至有部分是伫伊朗生活几啊代。敢若是6月份伊冲突了后2礼拜，都超过50万无证移民互伊朗强行赶出境。警方表示，这台巴士甲一台机车油罐车相撞，引起大火。یو لاره د پیژندو دا د داش خو په جسدونو خو بالکل نه پیژندل کیږي او دا چې د یالته د مهاجرینو چې کوم الته کوم اصول دي دا اصول یې مشته د خطر کړی دي چې په هغه کې د کوم ولایت د کوم ولسوالۍ د کوم کلی دي دا ټول لیکلي دي。警方指出，巴士司机爱对这事故负上大责任。伊伫赛车过程常常超速，高速雨落风，才造成这几年史上上惨重的意外。公视新闻电话前报道。俄乌战争还未收煞，美国和北约正在讨论战后要安怎确保乌克兰的安全。不过，这阵有一只若像是罗西亚无人机载落波兰抓爆炸，这波兰的国防部长就批评罗西亚是挑工咧甲北约起无空。
关键伫反美残4号卫警界20透早，波兰罗布林省往乌克兰边境的奥塞尼村发生爆炸，这个危险物体坠落伫反美残，现场烧出直径8至10公尺的草莓大滚叶。Siedzi pan grzecznie, robi pan coś tam na tym komputerze, że naprawia zaśpi, ja tu bum, nie? Takie, że jesteś do domu coś. Gdyby nie miał, być może, gdyby nie miał pozamykanych otwartych szyb, to być może składałbym telefon, a nic wam jest. 波兰警方指出，因伫现场发现烧害的金属架、塑胶碎片，检方进一步确认，这是一架军用无人机，搭载少量炸药，真可能是自飞型游击机。Ujawnione części drona wskazują na użycie materiałów wybuchowych. Nie jesteśmy wskazać, jakie natomiast materiały, jakie to były materiały wybuchowe, ich ilości i składu tych materiałów, natomiast istnieje bardzo wysokie prawdopodobieństwo graniczące z pewnością, że doszło do wybuchu. 波兰国防部长伫华沙召开记者会，批评罗西亚搁一摆发动野事。伊强调，罗方过去伫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立陶宛等多国的无人机事件中，毋捌承认责任。即马搁较伫北约边境制造混合战压力。Mamy do czynienia w momencie, kiedy jest nadzieja na to, że ta wojna, którą wypowiedziała Rosja, wojna przeciwko państwu ukraińskiemu, ale także wojna zagrażająca bezpieczeństwo państw NATO, ma szansę się zakończyć. Rosja po raz kolejny prowokuje. 美国甲北约军事首长同一时间也当透过视讯会议讨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向美国简报美国总统川普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伫阿拉斯加会面的内容。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文也同齐出席。川普想要赶紧结束战争，也毋过几乎甲西方联手烦恼。美国可能会迫使乌克兰接受对罗西亚有利的条件。即马罗西无人机坠落伫波兰东部，互战火乌影进一步逼近北约边境。北约安怎伫和平谈判甲安全威胁之间取得平衡，会成做欧洲局势关键。公司新闻陈慧婷编译。那中东的局势嘛是愈加真歹收煞，以色列宣布要扩大占领加沙地区，打算要搁征调6万的欧美军人。那加沙南部以色列军队是搁向哈马斯起冲突，造成一个兵仔重伤，2个人轻伤。28暝为以色列南部因看到加沙走廊天顶出现大规模爆炸，以色列宣布展开夺取加沙市行动初步阶段。佮表示会征调6万个有备役军人，准备扩大对加沙市的军事行动。虽然危险一直称悬，真侪巴勒斯坦人依然选择留落来，因为加沙即马已经无安全的所在，去倒位拢共款。这23岁查某囡仔哈马德受困伫中部都市纽斯拉特被轰炸了后，逃入队内底，虽然受伤。暗过幸运被救。另外，一个中部早会打电有空投物资，以色列空袭甲地面作战已经造成超过6.2万个巴勒斯坦人死亡。到底以色列宣布展开夺取加沙市的军事行动，暗过也受到盟友要求来考虑新的停火期限，也就是原来怕原来讲夺取加沙，还佫考虑放进这个问题。התחלנו את הפעולות המקדימות והשלבים הראשוניים במתקפה על העיר עזה. וכבר עכשיו, כוחות צה"ל אוחזים בפאתי העיר עזה. אנחנו נעמיק את הפגיעה בחמאס בעיר עזה. 以军表示，有备役军人爱到9月才会报道复习。这段时间为调解人员提供机会，来灭下哈马斯甲以色列之间在停火调解顶关无共款的意见。暗过当时在南部都市汉尤尼斯，以色列军队甲哈马斯爆发冲突。前以色列军官表示，超过15个哈马斯武装分子为崩坑出来，用10架反战车飞弹攻击，造成士兵受伤。总理纳坦雅胡办公室了表示，已经赶紧夺取哈马斯据点，个拍败这组。这个时间，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有风声讲，美国政府咧想要用补助法案来搞活入股台积电，这也引起各界关注。那咱台湾另外一间得到美国补助的半导体厂商环球晶，也可能未比较办理。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表示，拜登政府已经承诺的补助会发，不过川普政府会要求换股权。面临美国晶片补助的办法一直变，专家是分析，台积电可能未提补助来解套。如果美国政府入股呢，可能美国政府呢会有一些干预的行为。那从台积电的角度呢，它在美国市场呢一直采用独资经营的方式。所以，当美国政府想要插股的话，其实从台积电的角度呢，它是不可能接受。
专家认为，台积电的财富就算无提补助，也有财政执行能力，加上台积电先进制定独霸全球，应透过企业形成成本增加。面临美国政府提出入股换补贴，外界理由台积电、三星等大厂恐怕面临这四大风暴。首先是公司独立性受影响，引起地缘政治紧张。台积电高阶人才流向美国，出现有人力不利竞争。那美国政府正做股东要如何分论，是毋是出现一只牛被剥两层皮？外界理由，四晶圆大厂环球晶是除了台积电以外，另外一间摕到美国补助的半导体厂，恐怕也会美国提出补助换股权。可能不单只有台积电啦，因为现在看起来是连 Intel， 然后连环球晶，它会变成一个美国政府持有整个半导体重要先进制程及设计能力的一个状况。它会不会比照过去的方式，就是指派一个产业最高的负责人管理这些公司，就变成是要特别留意的。环球晶除了是全球前三大色情片厂，也是唯一伫美国设先进色情片产业业者。那美国入股业者分析，有希望为环球晶提悬订单。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后礼拜要审查无期徒刑分级修法案。国民党立委是提出，甲无期徒刑分做3级，互判刑会当更较符合罪行。不过，民进党立委希望会当实际讨论。啊，那法务部表示支持分级，也提出修法草案送行政院审查。死刑判不了，死刑判不了，无期要分刑，无期要分刑。大城法口号推动无期徒刑爱分级，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后礼拜要排审无期徒刑分级修法草案。担任召委的国民党立委吴宗宪日前表示，宪法法庭作出死刑有条件合宪，代表台湾倾向是一个废死，有真侪重大的刑案，敢来当判无期徒刑。但是即马规定，只要关25年，就当申请假释，所以提出无期徒刑分3级。第一级是关14人袂当假释，第二级是关40年了后才会当申请假释，第3级是依期25年才会当申请假释的规定。过往的制度里面，25年得假释，但下一阶就跳到死刑，这个中间的空白确实也太大。所以当死刑有存在，而且必须存在的同时，无期徒刑也有分级制度的必要性。还是希望可以进行真的实质深入的讨论，不管是透过公听会啊、座谈会，或是专家学者的意见，因为不能一个曾经担任过法务的人员他说了就算。但陪主认为讲法案的内容爱转来到实质的讨论。吴宗宪强调，台湾即马被判死刑，根本是无可能。呼吁朝野赶紧达成共识，保破网，互判刑符合加害者的罪行。也点名行政院到今拢无提出相关的修法草案。对此，法务部也有回馈。一些杀人的犯罪就是一些如果宣判无期徒刑或者超过10年有期徒刑的一些重大犯罪，那部里面的态度是这部分的案件我们也不让他这个假释。针对无期徒刑要分级处理、袂当假释的方向，法务部表示赞同甲支持，也提出修法草案。也讲修法草案已经送行政院审查，目前也未定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有一个3岁囡仔着火甲，毋过担无骨髓移植，发病6个月就过身啦。伊的妈妈今仔日出来开记者会，讲全台骨髓移植的病床干那123床，这囡仔搁爱含大人抢病床，而且南北医疗资源是天差地，希望政府会当重视这个问题。医生再怎么积极的抢救，我的孩子再也没有回家了，再也没有回家的机会。公家目屎强要练出来，伊是文石的妈妈，伊的宝贝囝文石伫咧去年因为血癌离开人世，受到原本健康活跳跳的囡仔，伫咧发病到过身无到6个月，中间因为高雄医疗资源无够，囡仔转移到台北，毋过到囡仔过身，拢等无到骨髓移植病床，这互因对台湾的医疗真失望。我们比拼的很像叫资源战，你一定要把别人的孩子赶出去，你的孩子才有机会活命。我不觉得这是我们台湾应该要做的医疗品质，而且我觉得谁也都不应该被牺牲。像文石同款，需要到台北抢病床的案例不离啊侪。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全台骨髓移植病床敢若123床，资源真少。6都的病床数，新北市是15床，台北市60床，桃园市5床，台中市20床，台南市4床，高雄市6床，显示资源也有无平均的问题。台北市的病床数是高雄的10倍。骨髓的病床
这件事情，为什么台北市跟高雄其实人口数是差不多的哈，但是在整个病床数大概差了10倍。看看下一期明年度我们是不是有些调整它的方向，让它的资源把它用在比较容易用的，就是面面俱到，会照顾到有些重难症的部分。卫福部回应，政府伫110年到113年已经投入10亿，伫儿童医疗推动优化照顾的计划，也选出来8间核心的病院，建立儿童动静守护网络。预估未来3年会搁投入18亿的资源，希望改善南北医疗无平均的问题，卖互温氏这款医疗的悲剧搁再发生。记者台选林秀凯台北报道。高铁今年的载客量可能会超过8000万，有当时若伤济人有买到位的颠倒是客，甲无法度上车。为着要确保权益，高铁明年要规划新制，规定人足济时阵咧，这自由坐就爱指定车帮，毋是逐班车拢会当上车。就算平常时早起，毋是通勤时间坐高铁的旅客也是真济。今年上半年，高铁愈运愈人次，已经超过3984万多。尖峰时段自由座车厢真客，甚至一直到对号座车厢走道，影响坐车品质。高铁董事长苏德透露，上紧明年实施超尖峰时刻指定车次自由座措施，特定时段也指定车次才有自由座就处调控票数。我是蛮支持他们在这种量的控制上啊，安全控制上，还是应该要多留意。可是很多人应该还是会死在自己车，或者是他们就会直接塞在车厢里面。对啊，那我觉得差异就没有很大。苏德讲，高铁运量已经到极限，未来会引进的12组新世代列车，第一组2027年下半年上线，2028年底12组才会全数上线。新车上路进前，旅客量一直增加，营运特别高的90月有4个年假，高铁规划达到18日纾困期间，推出215万张优惠早鸟票，头一摆会上加拍到5折。这些分流的策略怎么样去有效的去把这个尖峰的那个情况去稍微拉得比较平缓一点，可能是一个机会，但是它能够发挥的这个效果一定有它的限制。另外，为着维护车厢宁静，高铁也有计修改旅客运送客约和基本新改善做法，实施宁静车厢措施。未来先提接听电话，爱刷起列车相关，若顾客未听，相当会当依照旅客运送客约改度客约记载。现在有过9月2日起上路。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愈来愈侪少年人食电子烟，食到条咧。这股份团体就公布业者卖烟上接用的3招，提醒学生囡仔莫食烟。为着要减少危害，台北市也规定，这高中以下校园4公里啊50公尺内是禁止卖加热烟。可以当挂饰、吊饰，然后挂在包包，或是当项链吊在脖子上。来，我帮你戴。包装做高作业配件或者是流行商品，想要吸引少年人的注意。气氛团体演出行动剧，分享将电子烟包装做另地者特殊口味，让学生降低对尼古丁的警觉心，无细致就调掉。新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烟，来吸引年轻人接触烟品。而在这些亮丽的包装下，后面可能隐藏着重大的健康危机，但是这些烟商是不会告诉你的。气氛团体用 WHO 公布的分享对少年人行销常常用的3大手段，包含透过网络赞助音乐活动者的行销，甲将烟品包装做正吸引人的7毫米糖啊，这流行的模样，也搁伫烟品内底增加水果等风味的加味粉，提醒学生爱拒绝这危险的烟品。就好比像交友软体上面的假账号，它的外表呢，它的照片是可可爱爱的，对话也很热情，可是它背后可能是诈骗集团。烟商他们也是用同样的套路，未来的要开放的加热烟，或许政府做了很多的宣导，说它的危害，但是它的包装，以美国烟商来讲，很多的报告说它是仿 iPhone。气氛团体强调，亲像加味粉，较互人一直用，搁调调。为着这个青年学生的健康，应该熟悉这个生理人背后的本质。亲像台北市已经实施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会进一步实施高中级以下校园周边50公尺内禁止卖加热烟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台独教父裴明敏伫咧2022年过身，裴明敏文教基金会就伫咧228国家纪念馆举办特典，希望透过裴明敏的自救宣言，让台湾人了解民主的重要和珍贵。
这个纸顶悬拢是印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这是1964年伫台大政治系做教授的彭明敏甲伊2位学生斗阵为着反抗威权发起的运动。当时因为风声走漏，因互国民党政府掠去关。也若这份宣言会当讲是台湾独立运动史上真重要的一份文件。彭明敏嘛，互人号做台独教父。伊伫2022年过身，为着纪念伊102岁免期，彭明敏基金会嘛伫228国家纪念馆办展览。彭教授对台湾人的启发，不只是他的勇气。他说，台湾跟中国是2个国家是铁一般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他对下一代的期待。展览有10个单元，呈现彭明敏生命史。主办单位表示，彭明敏的一生嘛记录台湾的民主过程，因为伊行过日本时代戒严、民主转型3个文化世代。彭明敏教授就是这民主灯塔当中最亮、最闪亮的那一道光，它照亮了台湾永恒的民主之火，也让台湾人民为了自己、为了国家、为了未来、为了下一代站出来。这真正是不简单。总统府副秘书长嘛代表总统热情地来致意。基金会表示，希望透过展览鼓励台湾人延续彭明敏的精神，继续为台湾的未来打拼。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成都市运会刷过，咱台湾拢总摕到5块金牌、6块金牌、甲4块铜牌好成绩。总统热清朝今仔日接见选手，也宣布运动部今年9月初9就会正式挂牌，预算的规模是248亿。2025成都世界运动会顶一日刷过，咱国代表队摕到5块金牌、6块银牌、甲4块铜牌，创下境外上好的成绩。总统热清朝拜时早起接见代表团的选手、教练甲队职员。总统致辞的时阵，除了肯定选手优秀的表现，还佫特别讲到百万健力的选手杨心，伊伫男子装备超重量级摕到金牌，而且破世界纪录，嘛互国际看到咱台湾。谢谢你把台湾扛起来了，扛给世界看哦！你是台湾族的勇士，是台湾的大力士哇！那咱国女子有大数的代表队，伫即届世运会表现嘛真好，500公斤级的比赛连续7届胜利，摕到金牌，嘛是有史以来6连霸的纪录。世运会每4年举办一次，不只是国际竞技赛的舞台，更是检验我们坚持与信念的时刻。罗清潮讲，运动部会伫今年9月初9国民体育日正式挂牌成立，代表政府有决心要全力支持体育的发展，还有选手培育甲运动平权。而且行政院早起嘛决定115年中央政府的总预算，运动部的规模有到200亿。明年115年度属于大家的国家的运动部的经费达到248亿元，史上第一高。行政院长杜永泰讲，未来会增设国家运动产业发展中心，强化这项全民运动甲运动产业的事项。无论是运动科学或者是运动产业，拢会引进创新的技术，嘛期待所有的选手伫咧国际比赛会当继续为咱台湾争取公赢。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体育消息，咱台湾的自由车选手正咧准备明年亚锦赛甲亚运。自由车协会也请3个外国教练来，不过咱台湾是无250公尺场地，所以选手就要去国外训练。泰国亚洲杯自由车场地赛季是都要开始，要出战的选手士气正悬。台湾的粉红小钢炮雅加达亚运一人一人35岁黄庭欣依然在赛道坚持。为整个自由车的台湾的自由车的运动发展，我会觉得说要有一个比较历练较久的选手，在世界舞台去跑 run， 这样才有受到被关注。为台湾自由车运动发展，黄庭欣坚持落去，而且接选名古屋亚运培训队。台湾场地冲刺红、孔世峰也是队员之一，抢到项啊0.11秒之差，摕到第4名，无缘颁奖台。自身心态是关键。当时可能就是心理影响生理吧，就是比赛。毕竟是我第一次亚运，那时候就也很想把这面奖牌拿下来，但是就是很多细节没有做好。黄庭欣甲孔世峰希望带较少年选手去冲击明年亚锦甲亚运赛场，协会请外籍教练为一个增加到3岁。
找到我们的选手的问题，然后我们给他们下正确的战略，然后给他们指导，让他们在赛事当中可以勇敢的去尝试不同的策略。早期有红叶精神呐，我做自己的时候是落叶精神啊，比红叶还要糟糕。但是我们就是一股劲啊。然后现在外籍教练来，他很坚持，很坚持的情况下，我们相关的单位会很重视这个情况。协会指出，目前是拼中长距离为主，按高低距离甲长距离也无放弃。台湾无250公尺的场地，选手会到国外进行3到4摆异地训练。选手李东林也讲，外籍教练是正重视时间精准，甲训练周期化，感觉是进步真多。记者综合报道。2021年，台湾清气水行动联盟发起林好水新德市的地方公投，予市府定出废水甲垃圾水排放管理的自治条例。最近环境部也审查通过啊，这嘛是全国第一个案例。新德人食水水源头前溪当年有污染的疑虑，2021年民间团体发起林好水地方公投顺利通过。2022年新德市府提出新德市废水甲污水排放管理自治条例草案，即马这个自治条例总算伫8月22日要实施。后续自治条例以源头管理以及分期分区管制为核心，公告日的3个月内起，订定自治条例推动委员会。设置运作办法之后，将送到议会审查，展现对公共卫生及环境品质的高度重视，确保民众饮水安全，落实永续环境。过往我们自己在看水干净与否，都是依照环境部的这一个指标在看，好像感觉环境部的就是高标，但是回到这一次水务法，环境部在讲的，你通过它其实是一个基础的底标，每一个县市都可以因应它的环境，去把它水质的标准提高。公民团体也提醒市府，后续应该赶紧成立委员会，安尼才当规划出管制区域，真正落实废污水管理自治条例。通过以后，很关键的就是市府应该紧速通过委员会的设置办法，因为委员会通过以后，才会进行我们灌溉水取水口上游或饮用水取水口上游管制区域的划设。那划设之后呢，就会开始进行相关的这个废污水的排放的盘点，以及最终请这个废污水远离我们的取水口上游。市府表示，自治条例内容主要是以源头管理、甲分期分区管制，也会定出违反排放管制相关处罚办法，确保新德人食水的清气甲安全。记者杜君豪，新德报道。花莲万影乡的马丹溪顶个月因为上大雨落石头，积做一个崩山湖，这水下袂掉，就惊放弃会做大水。林保署即阵就去安全监控，准备随时发布警报。地安全部落去接水湖，林保署花莲分署的工作人员是真细致，徛伫足高的石头堆，在水面装水位架，然后搁爬起顶面安装监测器，透过太阳能仪器电力，通回传所有的监测信号。水位计的地方加强固定，然后剩下的同仁就沿着这条线，我们就是分别一起来固定。然后如果有人力的时候，我们第二条是连线，可以从箱体的最上方往下拉。马大安溪积水湖伫今年7月底生成，用流雨太来的时，伊一时受到关注，因为伊等于是一个淡化水库有效的欠水量，若准崩坏会对溪尾3乡镇造成严重的威胁。它到溢顶之前的这段时间，能够更精确的去得知它每天的进水量，然后它水位高层的一个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来针对这些预警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些准备。林保署强调，目前确定水位离爆发顶面有40公尺，欠水量大约有4800万吨。根据目前大致的进水量，按算10月初水位就淹过爆发顶面，呼吁溪尾民众这段时间唔通到河床附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云林科技大学和半导体厂商合作开课，要招日本的学生来学。这学校会补助学费，业者嘛提供1个月1万块的生活费。云科大伫咧校抓就承办营队，予日本学生来体验。有不少人是随决定要申请课程。穿布丁衫，日本来高中生甲高专生行入要布丁式，听半导体相关小解，要予日本学生更较进一步熟悉半导体产业。云科大校抓期间办2场半导体夏令营，吸引日本来60个师生参加。今から成長できる分野で仕事
事をしたくて、半導体は最たるものかなと思って、そのうちの一つかなと思って働きたいです。他们穿着无尘服走进那个无尘室，这些体验是对他们是第一次，所以这体验是对他们来说给自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分科大表示，国内半导体大厂围抢国际半导体人才，去年甲分科大签约半导体人才培育计划合作5年，计划对象日本学生优先，学费学校来补助，业者提供每个月1万块的生活费。他们身上有很多的创意，有很多的就是热情，所以他们学生之间能够彼此串联连接哦。那这些学生一起来台湾读书的话，他们应该会成为是一辈子很好的伙伴。分科大表示，今年半导体夏令营课程包含带学生进入部电式实际操作，熟悉供电半导体元件，制定期待甲企业参访。有学生伫参访了决定要申请来台湾读册。学校讲，今年11月开放申请，有个日籍生来台湾读半导体专班，会一年比一年较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英国有一台接电的火车，一暝走322公里远，规座拢无充电，创下新的世界纪录，也拓展绿能运输的发展性。这个电池火车20返回瑞典，伫这进前伊就是为这出发，经过伦敦、帕丁顿甲牛津，也毋过这座行程322公里，大约是台湾的代替冲冠线为台北出发，伫要到高雄新总营的距离，专程靠电池驱动，尚未经过铁路性能协会确认，英国大西部铁路这个 Class 23型列车成功往来。超过2021年，德国是泰德铁路公司伫柏林创下224公里纪录。这台列车20透早4点通过布鲁内尔的梅丁奥德桥时，突破225公里，就已经入新纪录。Breaking the world record for the longest distance travelled by a battery-powered train under a single charge. Now, this basically means a train which doesn't receive any external charging during that run. 伊原本是1892年间伦敦区域线的列车，经过特殊改装，这座任务搭载6组锂电池，也毋过其实只用其中的5组就行完全程，而且最后也有22%的电量，会当过驶大约93公里。铁路公司表示，这摆路程无使用已经配备的快速充电技术，而是看单次充电会当走偌远，展现电池续航能力。The fast charge technology is the thing. That's the technology that's really going to help us deploy this into a real world environment. What we did last night was see how long we can actually use these trains battery, the train's batteries for. And we achieved a distance of 200 miles. 也毋过快充技术伫未来上转向会是重要关键，因为列车无可能每一摆拢走300多公里才充电，你是伫进站停靠的时，用几分钟的时间补充电力。这列车互大家看到铁路运输的真侪未来性，无需要铺设珍贵的专线电气化，就会当脱碳转型，朝向绿色运输。公司新闻吴林编译。天气报你知，最来关心下晡的温度。北部地区30度到36度，中部地区30度到34度，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东部地区29度到33度。华岛地区28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菁，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